上好的一年，春夏秋冬顺风顺水，欢欢喜喜。离开你这多年，风雨过无出口，接线来的人，含阮无你的香味。风霜的月光，俗情照面窗，我怀念咱彼时阵。伊若无笑，伊就是臭面啊！其实伊毋是无礼貌，是伊若无毋知要笑啥，毋知要唱啊。所以你若甲伊无熟的人，你感觉这面孔才臭。其实伊人介好斗阵，爱运动，怎爱运动？爱煮饭，爱煮好食。其实阮每一年的过年围炉拢伫因兜食，因拢叫一寡朋友来去因兜食饭，伊会家煮。头到尾拢毋免帮忙，伊家己煮，我等食饭就好。伊拢煮一寡介厉害的，有当时伊会创作一寡捌食过的物件，有当时伊会感觉哦，去倒位食了好食，伊要去煮互咱大家食看嘛。人其实伊是介温暖的一个人，伊啥物拢会晓啊，唱歌、演戏、主持、写歌，我是感觉唯一袂晓就是跳舞。其实这样介鸟毛，你若要甲伊做伙做工课，要做伙工作，你爱准备好，你摕你的专业，甲伊开会、参详、讨论，伊会尊重你。伊认为你爱尊重这个舞台，尊重这个观众，尊重这个工课，所以伊若到现场，伊表示伊拢准备好，台词也好，主持也好，今仔来宾要问啥物，其实伊拢准备好再来。所以有个人会感觉哦，你这样介鸟毛，你个问东问西问遮济，甲你有关系。其实伊是拢准备好，所以你若要甲伊做伙做工课，你爱有够专业。俊逸，其实你即个世界上算做真幸福的人，你大部分的人做的工课拢是伊的兴趣，你会当将你的兴趣当做工课，去当趁钱，其实你已经足幸福。所以你爱唱了快乐，演了快乐，主持了快乐，对家己较好的，爱自己多一点。夕阳为街路点燃灯，红霞一个就满满规片天，家家户户暗顿，煮食的香味，伫涂骹的背影是我家己。看人悲伤欢喜，跋倒搁徛起，笑笑面对世间的虚伪。一双臂，一个人，一道菜，一支嘴，一顿饭。一个我，一世人，一个人。你的故事，我的心声。歌声有你的悲欢，
情目屎笑容，咱讲价一半，一人一半，有伴就袂孤单。走像甲等，不知偌济冬。我行莫久，分担你的心情。一条路，一段情，一片天，一支嘴，一首歌，一段诗。一段情，一个家，咱斗阵来换。你的手，予我来牵。一世人，一个伴。感谢你做我的伴。听我唱歌，听我唱歌，听我唱过去你听堂的囡仔有一日会大汉，毋那安尼生，佫会发挥，互咱真甲鼓励，互咱支持伊的扑仔声拍袂停。作词、作曲、演唱、舞台剧全方位的艺人，台湾的台语的艺人林俊逸，咱来欢迎俊逸兄。老师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林俊逸。过去听堂里真侪只的爸啊母啊，看到你不但大汉，佫发挥，佫叫要老去啊？无啦，即马吼当青春的时阵，尤其当灾情的时阵，因为吼有的人是看到你的歌艺，细汉的时阵的歌艺；有的人是看到你的模仿；有的人是看到你的舞台剧；有的人是看到你家己作词作曲，佫种要讲会了袂真呢？无啊，我着贪心，我着啥物拢爱做，啊，想要做的代志，我着尽量有机会，我着尽量去做。我可能有一个部分拢无大汉，拢无去变过，就是我想要做的代志，我只顾一个。我若是爱做的代志，你真歹甲我动落来，我会尽量想空想芳去找机会啦，还是制造机会，互家己会当发挥。细汉时啊，参加大型的电视的歌唱比赛，迄都已经是你爱做的代志啊，敢安尼？是，啊，毋过细汉的时阵，其实迄当阵我才国小6年啊，迄阵的国小6年啊，甲即摆的6年啊无啥共，就是迄阵社会较单纯，啊，电视台嘛干那3间，所以迄个时阵我其实就无啥捌代志，就是爱唱啊有舞台啊，妈妈无咱来去，妈妈讲哦无好啊，啊就去啊，其实无想济，啊你讲是啊，这节目是最厉害的节目啊，啊你过关嘛是最厉害的代志，其实我伫规个比赛的过程，拢无啥物感觉。我就是感觉我住高雄嘛，逐礼拜拢爱坐火车来台北，唱歌唱了，搁坐火车转高雄，隔工上课，就是安尼。是讲我细汉的，比如讲会参加演讲比赛啦，就是去台顶的时候，你面对下骹的观众，我是无啥会紧张。这点可能是我爱表演的一个初衷。所以就是你讲爱唱歌，妈妈嘛是放下就唱啊，爱唱歌啊，袂去唱合唱团啊，也免钱啊，学校合唱团也免钱啊，你若有兴趣，你就去，就安尼尔。啊，落尾手我甲你出唱片，我感觉其实是一个足特别的
经验吧，还是最特别的记忆，就是我伫做囡仔的时阵，你毋是逐个人做囡仔的时，拢会当有即种代志发生。啊，对我来讲是兴趣的代志，所以拢是好代志。啊，今仔日我相信讲朋友听你所唱每一条歌，我甲朋友说明一下，这拢准兄兄家己写的呢。是我家己。或者伊讲讲，甲细汉的时阵唱的歌，迄款开口会佫差足济安尼。要安怎讲呢？就亲像头前我讲过，就是我最贪心的啦。啊，你自讲音乐这件代志，伊嘛是有做侪款无共款的型。我嘛是台语歌嘛有较应该的，嘛有较新的，嘛有开口的，啊嘛有走心感情的，所以我感觉就是因为音乐的种类百百种，国语、台语，还是外语，任何一种语言，伊只是表达你情绪的一种方式。所以我感觉就是爱回归迄个音乐的初心。啊嘛，迄个音乐，互咱上大的快乐。是。艰苦有助的时阵，用音乐来安慰；轻松快乐的时阵，啉啦，是啊，也是用音乐来表达。嘛是。我这人其实，足无聊的，就是我无啥物娱乐啦。我就是那有闲踮厝，我就嘛爱食物件，所以我就会煮食。啊，若要处理，我就是去运动，去拍球。啊，三不五时啊，找朋友翕一个，就安尼尔。我的生活就是安尼。啊，佫有写歌。写歌是所有的代志，你欢喜的、无欢喜的，你拢会当家记录起来。啊，其实大家看我，因为我自细汉就互大家看到大汉，所以大家对我拢会有你家己对林俊逸这个名的印象。你会感觉伊应该是啥物款的人吧？大部分的人应该拢认为我是一个足安怎讲足阳光的，像个足正面的，啥物代志拢 OK 啦，拢无问题。其实我完全毋是即款的人，因为迄是因为咱爱上电视啊，我真无介意伫台顶甲家己的情绪完全放互透，因为安尼你的观众会无空间。我认为一个表演的人，你应该甲目屎还是笑容，互观众。唔好家己吞，唔好家己成个安尼讲，做沉溺的安尼。总是囡仔时阵咧比赛时阵，应该无讲遮尔警觉，讲对，我毋免感情已经放互透。到当时你才有发觉即个代志。伫剧团的时阵，因为一开始我是唱歌的人，我一开始是唱合唱团，来就是来台北读册了，就去外口的合唱团，去调了就一直唱。就感觉唱歌会当唱无共款的歌，你会当唱流行的，当唱古典的，啥物拢唱。迄阵就有一个机会，讲会当演歌舞剧，我就去甄选。头一个歌舞剧我去做，应该安怎讲呢？我是去救火，因为要演我的角色的人，常袂当演，是我另外一个合唱团的朋友。甲我招讲，拜托的啦，阮无时间啊，你应该当演吧，我捌演过呢，我就去演啦。演了我感觉有兴趣，后来才来认真按算讲，嘛是会当算看卖。后来是郎祖云郎姐的一个歌舞剧，伊要选歌队，我去选3遍，头2遍互退回。因为你得爱跳舞，你爱唱歌了，你爱唱歌以外，你得爱跳舞。我袂晓跳舞啊，所以就互退回3摆。这3摆，第3摆呢是郎姐个一个哥哥，王博生讲这个高唱，你过去嘛是歌星呢？嘿，是啊，讲这个高唱，你若真正跳舞歹看，无你家唱后壁嘛。我就这声音我就需要伫台顶啊，所以我就是安尼开始。因为感谢前辈安尼甲咱疼，所以我就讲无拍拼好啊，既然得来啊，
会当学到啥，我就尽量学。吼啊，表演啊，跳舞啊，表达啊，大概是自迄阵开始，我就较会去想讲，哦，原来你毋是伫台顶哭，你咧演戏的时阵，毋是伫台顶哭才是敖。你爱好，你咧演欢喜的代志，你要互观众笑；你咧演悲伤的代志，你的目屎爱留互观众，毋好家己伫遐就像个哦，我外交拄外交，我即马3秒哭互你看，毋是，这是迄阵伫剧团学到的。出声，世事压力不大。了然真正，你人想好，啥物拢吞吞啊。风创空你拢不知影，你讲人生可无看无洒洒，戆人无人听，人唔通无希望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若是春秋扫袂着，就爱跟着脚步。山永远徛伫遐，甲人情无输无赢，心头掠好定，希望的花着袂花。有梦就有梦，我做你的靠山，钱风脚步免惊吓，我陪你到顶行。乌云总是会散，一头犹原车影影，莫插别人安怎拄安怎，路是家己咧行。人生本来就有洒洒，爱甘愿白行，咱共发地狱，人唔通无希望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若是春秋扫袂着，就爱跟着脚步。山永远徛伫遐，甲人情无输无赢，心头掠。希望的花着袂花，人有梦就有梦，我做你的靠山，钱风脚步免惊吓，我陪你到顶行。乌云总是会散，日头犹原车影影，莫插别人安怎拄安怎，路是家己。天也袂光，我头看着路路起落落，人生伫我有影无影，拢风飞，直路弯路会到，拢是好的路。头前有行路壁有雨，抬头看着月光在笑，有时跋倒风顶天高，看得愈好。我做你的靠山，钱风免惊吓，我陪你到顶行。乌云总是会散，日头犹原车影影，莫插别人安怎拄安怎，路是家己咧行，路是家己咧行。是家己咧行。毋过你头拄仔咧讲，表面上看起来好亲像真阳光、舒适，未必然是安尼生。啊，无定
因为你伫舞台顶太久咧，有的观众讲啊，我都会记得你细汉的时阵的形体，我足介意较早。我嘛有人讲我足爱看你模仿，但是大家迄个热情，你接纳以外，要安怎去消透？应该讲爱慢慢啊，你就是爱互去听小你的观众知影讲，我会晓的毋是干那这，我从来毋捌去讲过，我无想要去模仿啊。啊，只是讲人客若欢喜，人客若介意看，也无啥，咱也无加较了力啦。所以我自细汉就是安尼，我就是有机会，我就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代志，就是干那这点尔。是迄当阵，如果是安怎样的考虑甲拍算讲，无，我咧参加迄个专门伫咧模仿的电视节目的比赛。其实这个比赛是足无名其妙。你甲看，你甲看。迄阵就是因为已经签无唱片公司，啊嘛有按算要出唱片，啊毋过就是找无适合的歌。啊，迄阵的公司就讲啊无，拄好迄阵有一个节目要开新的节目，吼，要来做模仿的比赛。我讲啊是要比啥？啊公司迄阵甲我应一句讲啊叫你去就去，你是咧想啥？我讲无，我是真正要问，是要比啥？因为我自头到尾干那模仿一个人，我毋知影要比啥。伊讲无啊，得比一下3、4个月啊，结果一比半冬，啊比2、3集吧了后，我就开始搁要变鬼变怪。我感觉模仿就是安尼啊，我模仿我介意的人，我上我的偶像，吼，我总是袂当互伊伫台顶歹嘛，我总是爱互伊伫台顶是。古锥的，还是大家介意的，所以我就开始讲，啊，若是费玉清去唱什么款的歌，还是伊去做什么款的表演，你也想袂到。我就开始做这件代志，想袂到就安尼一直比半冬外，我嘛毋知影是安怎的。一开始讲啊无罔比看卖，啊到落尾就是比较冠军。我这过程我嘛毋知发生什么代志。我知啦。甲细汉的时阵共款嘛，你拢讲一款话嘛。我就是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，我讲啊要表演我就去，吼啊无要演啥，啊无来想看卖，就是安尼尔。其实每一阶段拢有真好的发挥啦，吼啊，毋过吼，你对台语歌，拢无捌。你讲去参加剧团、巡回表演、合唱团，结果拍一练读，搁倒来出台语的专辑。出台语的专辑，其实我已经超过15冬前，就想要做这件代志。因为我自细汉伫厝就讲台语，啊，我去比模仿的时阵，有足侪观众感觉我袂晓讲台语，吼，啊，我就讲啊，要紧啊，无三不五时啊，唱一下台语歌，吼，唱别人的歌，会当讲哦，原来伊晓唱台语，原来伊晓讲台语。事实是，大家已经袂记得我细汉的迄出台语歌迄个时阵。后来就是签来新的公司，才有这个机会讲啊，要来做一张台语的，所以就讲啊，无好啊，啊，就自头开始写嘛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我一直拢有在写歌，所以我真正就感觉讲，敢若是已经。宽足久啊的感觉。嘿，这个歌应该累积起来，应该有超过15冬、20冬。上早写的一条，到即摆已经应该超过15冬啊。就是想要出即块唱片的时阵，就想讲啊，有啥物款的歌会当放来即张专辑，啊，我就开始，我写歌是真正写歌，我是用手写谱。写歌词，所以我就甲较早迄拢啊纸拢黄去啊，啊，就这歌就一块安尼，所以按唱的说，这块曲应该袂歹吧？听起来真应该也袂老，所以啊留起来啊，这过时啊，这无适合，就开始在计划讲什么款的曲。啊，我的歌词有当时啊，含这个曲是无共调。就是迄心情，毋是即个曲的心情。啊，事实来讲，我写曲的
数量比歌词较侪足侪啦。因为音乐来讲，我对曲的感受比词较深，我对曲的表达嘛比词较紧。所以我的歌词一直拢毋是足够写、足够对句的。我的歌词一直拢是，你有啥物心情，你就爱老实写落来。啊，就安尼好，搁去熟悉到一个好朋友是严云龙，啊，人就搞写，啊，就搁互我这个好朋友拖落来讲，替我斗写啦。啊，所以就这张上好的一张这张唱片。大部分的歌词你拢会当看到严云龙的名。我要做这张，我感觉一定要找一个足了解我的人，伊一定要对我的个性、对我的歌声、对我有够熟。我找这个好朋友叫做王若涵，大家叫伊 Jennifer。伊是一句台语拢袂晓讲的人。伊讲：哈，你要出台语专辑，你要找我当制作人。制作的部分我负责，台语的部分你自己检查。OK。啊，其实熟悉云龙嘛是伫，阮熟悉应该嘛是有超过8、9档、10档应该有啊，嘛是伫因兜熟悉。就是有一天食饭讲，君宇这严云龙，老师好，就安尼尔。啊，后来就是这个Jennifer， 伊有写什么歌，伊就会，也是云龙写什么歌词，就会叫我去唱，我就替因唱 demo。啊，唱了，大家感情就愈来愈好，讲这歌你有才调唱呢，这歹唱，你有才调唱，啊，就后来就变成讲，大家互相会当了解，所以这张专辑才会特别拜托云龙。上好的人。敢若即个歌名，我讲正经的，朋友听到你唱现场，就算是头一摆听，听到即个歌词，解说讲啥做上好的人呢，嘛同款的去加无配。这条歌的背后其实是一个足悲伤的故事。我较早有捌伫即个做活动的公司上班过。迄阵有熟悉一个做银行的经理，伊加我15岁，伊喊我做话讲的啊。后来出去食饭了，有一天伊就甲我讲伊的故事。伊甲伊的太太，一个是甲伊查甫的，一个是甲伊查某的，只不过是倒变。阮即个朋友是查甫的，伊甲伊是查甫的，因两个是互逼婚。结婚了，佮生一个囝。这个囝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毋捌快乐过，毋过足够读册。伊伫2018年左右，还是17年，迄几档的有一年的台北同志大游行，伊这个囡仔一手牵着爸爸，一手牵着妈妈，3个人头一摆做伙。行伫个路顶去参加同志大游行，你看这个画面，你会感觉讲是爸母陪囡仔出国，毋是是这囡仔拜托恁两个爸母，拜托的恁出国。伊甲我讲这个故事的时阵，这囡仔已经大学啊，因3个人伫囡仔出世了，毋捌食过一顿饭。迄边台北同志大游行是。因这囡仔自细汉到大汉头一摆，和爸爸妈妈做伙去参加的。我就甲这个朋友问讲：你过去有啥物款的故事？伊就讲，伊伫伫结婚之前，其实伊是和伊的当时的男朋友是暗算要相带走啊。毋过厝内底就是反对嘛，所以就逼伊去结婚。结婚。迄天，迄个男朋友过去，迄是因这世人上尾一摆见面。所以我感觉讲恁过去应该有足侪共同的回忆，所以我就甲这个感觉写做一个故事，甲这个故事写做一个歌，交予云龙。我
一开始无甲这个故事甲伊讲，我讲我想要写什么款的歌，结果一来的歌词就是安尼。副歌的第一句，拄着你迄一年是上好的一年，这就是这个歌的精髓。我的青春的代志，着予时间点点美伫无声的虚味，飞出想念，不时也会搁想起，电动是浅浅的甜蜜，记得无远。藏伫一张旧相片，伊是同齐看过花蕊，看看暗暗水，轻花一年，咱的缘分像捌一年，斗阵的伴，最后不是你。有着你迄一年是上好的一年，春夏秋冬顺风顺水，欢欢喜喜。离开你这多年，风雨过无出口，接线来的人，颔棍无你的香味。风雪的月光，俗情照面窗，我怀念咱彼时阵。藏伫一张旧相片，迄时同齐看过花蕊，看看暗暗水，轻花一年，咱的缘分像捌一年，斗阵的伴，最后不是你。一年是上好的一年，春夏秋冬顺风顺水，欢欢喜喜。离开你这多年，风雨过无出口，接线来的人，颔棍无你的香味。风雪的月光。俗情照面窗，我怀念咱彼时阵，心温的人也袂困。因为我咧听上好的一年这条歌吼，真正感觉毋那是身躯边朋友的故事尔呢，有你家己的遭遇甲体会伫内底对无？
上好一年即块歌，有当时我咧唱的时阵，我嘛是一直除了想着我朋友的故事，一定嘛是想着家己少年的时阵，一寡风花雪月的代志，嘛是有家己的，情分伫内底啦。尤其我知影讲，有一句歌词是你特别扣，你特别写，讲，佫说落来，我当着遐个人是无你颔棍，哇！我家己读袂落去，足感动的一句歌词。即句歌词其实嘛是上尾一句完成的，就是开始的时阵有讲，我会记得咱少年的时阵啊，咱青春的时阵啊，迄阵咱有去看过花，花安尼遮尔水，毋过花应该是芳的，所以我会想讲，云龙本底就是写歌词足够的人。咱写歌词就足了力的，所以伊的歌词来，咱就看看。到甲迄句的时候，我感觉，应该伊本地歌词毋是安尼，我就坚持讲即句爱咱来换掉。我就想着讲头前有讲到花无闻到味，后壁就爱闻到味，因为我感觉味觉是一种记忆。比如讲，咱若是安怎会讲妈妈煮的菜，还是阿嬷煮的菜，你会特别怀念，因为你闻到迄个味，你就会想着讲，我当时咧食着即个菜的时阵，我偌欢喜。所以我感觉台语应该爱较直接、较白话，毋过爱有一寡歌词，佮有一寡诗意。所以我就想讲，你佮爱最亲密的，所以你一定是含伊最亲密的人，你才会闻到伊红滚的味嘛。所以我想讲，接下来的人，红棍无你的香味，所以我就讲无即句该安尼好无？因拢OK。插人的心肝，我有发觉讲，即条歌的 MV 敢若内容原来甲一般的 MV 咧拍法拢无相共。是，即个歌后来是，毋知对是当的高雄同志大游行的歌，迄阵我即个 MV 内底拢是我的好朋友，迄阵嘛是足有质的高英轩，讲无大家若有闲，敢当来甲我斗相共。导演许怀民，内底即个假女朋友，是即个刚刚嘛是伊即摆的太太，嘛是导演的太太，郑怡嘛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大家是。看到我的面子，讲无咱来做伙完成即个 MV。来的时阵无剧本，就是讲大家拢好朋友嘛，就讲的，讲即段我需要啥物，导演讲即段我啥物画面，恁大概需要啥物款的情绪，你互我啥物款的情绪就好啊。因为甲高英轩是真好的朋友，所以就来就直接演。有当时我有感觉讲朋友互相小朋友。这嘛是袂歹的代志，所以这个 MV 就是有一点在向我这个主角，向我这个朋友致敬。我这个人去录音室，我足无爱录足久的，因为我感觉你的心情会变。你录落来迄个声音，你录落来迄个感情，就是你当时应该有的，所以你应该袂当有保留，你该什么该安怎唱，你就爱安怎唱。你有什么感情，你就爱用什么感情。这第一版的时阵是2018年迄阵啊，迄个时阵的心情和疫情了出这个唱片的心情又搁无共啊。这个唱片的这个心情是比较沉淀。你会当想到过去，表示讲你已经有回啊。你有回并毋是歹代志，就是你人生更加有搁较侪的经历。在录即块歌的迄天，登录的迄天，就是坂本龙一伊的新闻稿讲伊过身的迄天，我甲 Jennifer 迄天就讲。看到新闻的时候，哇，大师走了，
啊，就用迄个心情去唱完即个歌以后，就感觉讲迄心肝内迄个佫透袂开，所以 Jennifer 讲啊无我弹 piano， 你唱，咱录一个 one take 做纪念，啊就录啊，结果录了后，甲伊放伫个实体 CD 内底，所以你干那伫实体 CD 会当听到即个 one take， 吼，钢琴和人两个人 one take 的版本。啊，伴即条歌，如果是互咱所有的遮歌迷完全无相像的感动。伫咧疫情当中的时阵写的，迄阵有两个感觉，因为咱做表演的人拢无头路，吼啊，大家拢有补助，大家拢有啥物啊，做表演的人虽然咱嘛是有补助，啊，毋过会感觉讲咱拢在替别人讲故事，唱别人的心情，无一个人写过咱的心情，咱的故事。迄阵就用到即个心情，啊，佮因为疫情的时阵，大家拢爱隔离，所以你会感觉人和人层个愈来愈远，你感觉无温度，所以就想到伴即个字是一人一个人一个伴。你若是有啥物无欢喜的代志，一人一半，你只要有一个伴，你就袂孤单。我是用即字。伴即个字去想啊，原来是这个故事，所以这个歌是歌词和曲做伙写出来。其实一开始是足自私的歌，只是无人想阮的故事，我想要家写有家己的一个歌。心事放予空白，一段的生活的嘴甲麻塞麻塞，请做好准备，一不小心太多杯，别挑衅会喝醉，哭着没有人陪。啊，啉啦啉啦，讲这嘴要创啥？啊，啉啦啉啦，是要醉哪年啊？人生有这多欢乐，难得爱放轻松呢。这时候想得太美，没什么能够绝对有。免讲口吹一个吹一个好大啦，生活从来都不嫌贵，今晚不用谁干一杯。啉啦啉啦，大家做伙啉啦。恁不怕啦，恁个巴难啦。闪啦闪啦，唔啉的就闪啦。啉啦啉啦，一起干巴啦。啉啦，我熟悉啉啦。恁不怕啦，恁个巴难啦。闪啦闪啦，袂干啉就闪啦。啉啦啉啦，一起干巴啦。go 水的你，那啉啦水，go 啉落去，莫水莫会讲我着厝边。这是一首简单的开心歌，不要想了，我唱你的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假设，然后看谁要怎么选择。哎呦，哪会这够啉啊？恁不怕啦，恁个巴难啦。哎呦，拢是家己的啦。啉啦，一起开巴啦。今夜 everything full on， 你我搞的即马搁重新开始，我介意你这朋友啦。没怕过会晒黑，只怕自己会陷醉。我想你也妥协，我越看你越顺眼。啊，啉啦啉啦，讲这就要创啥？恁不怕啦，恁个巴难啦。啊，啉啦啉啦，是要醉哪年啊？啉啦，一起干巴啦。人生有这多欢乐，难得还放轻松呢。有时候想得太美，没什么能够绝对有。免讲口吹一个吹一个好大啦。生活从来都不嫌贵，今夜免困，一杯搁一杯啊！啉啦啉啦，大家做伙啉啦。恁不怕啦，恁个巴难啦。啉啦啉啦，快快起来啉啦。啉啦啉啦，一起干巴啦。啉啦啉啦，大家做伙啉啦。恁不怕啦，恁个巴难啦。啉啦啉啦，快快起来啉啦。啉啦。
大家会要求，大家会甲咱讲爱安那行。少年的时阵，相信即个声音足济啦。啊，其实嘛无得讲嘛袂少啦。就是讲，那安那一定会更较好，毋过迄都毋是我咧。你一定要先改家己，你才会当去说服别人，尤其是咱做表演的人。你若是你的人设和你的本人差别伤大，你会足无快乐，人嘛无一定会支持你。我就是感觉伫舞台已经走总遮侪年，应该爱愈来愈做家己。因为我相信我的本性并不是歹人，我的本性虽然不是大家所想的遮尔阳光吼，毋过人拢有足侪面相。我的每一个面相拢毋是歹人，所以我感觉做家己应该毋是一个歹代志吧。长辈有当时爱讲的话，伊一定有伊的道理，这我基本上是会当了解的。毋过这个时代无一定了解你。无一定知影你在想啥物，所以咱除了尊重以外，咱嘛爱时时提醒家己，有当时啊对时势毋好教话，你的好意有当时啊会造成人的压力，所以若是有甲咱批评指教过，咱嘛是拢会感谢。毋过最后做啥物款的决定，要完是咱家己。对，一百句做一句讲，就是你，唱互阮听，甲阮讲的，拢是家己咧行。是啊。这条歌是安怎写啥？这条歌其实这是应该是应该是8、9当前写的一首歌。迄阵我只是这首歌本来的心情，毋是这个歌词。这首歌本来的心情是，有一天我伫海边啊，我就感觉心情啊，忽然足轻松的。迄当阵是已经模仿比赛已经结束啊。我对这个世间会讲讲，其实讲老实的无啥关系。我介意表演，并无表示讲我的私底下拢爱表演。所以我感觉大家拢熟悉我了，我只要出门，我拢无休困，我拢一直表演。啊，迄天伫海边啊，是伫国外的海边啊，我会当行伫路中，拢哪行哪笑。哪啉米露，无人知影我是啥物人，我感觉足轻松，所以我迄阵就甲即首歌写起来。啊，后来即个歌词是和云龙参详了，讲我迄个心情是安尼，你会当写一首，因为我迄阵写出来了，我会感觉我的心情有一种放轻松的感觉，我感觉我互家己疗愈啊，所以我想讲啊，我是毋是这歌词会当较疗愈的？伊就想着讲，嘛是疫情的时阵，足侪人无头路呢，而且足侪是即个中小企业头家呢，伊工厂关起来呢，啊，嘛是去走计程车，嘛是想办法活落去啊，嘛是想办法爱生活，啊，人都无倒，咱是有啥物才调倒？我讲，哦，即个角度袂歹，所以就写到即个歌词，所以不管你拄到什么代志，正风也好，顺风也好，就是你只要卡伫你的心上，路拢是你在行，这是一种心境啦。一路安尼行过来吼，有真侪好朋友，因为讲拢是互咱真大的鼓励啦吼。你讲路虽然是家己咧行，毋过真正知己的朋友旁袂使无。今仔日吼，阮有特别去采访毛宗恩先生吼，应该是你足特别的好朋友对无？阮熟悉应该超过有20档啊。啊，熟悉的时阵，伊也阁少年，我也阁少年。迄阵就是互相拢感觉讲，这人哪会笑着，哪会感觉讲洋安尼。后来是熟悉了后，是经过几啊档，又阁见面的时阵，有通开讲啊，就哦，这朋友会交集哦。我其实讲起来，应该有足侪和我做工课的同事，较早的同事，即摆的同事，吼，未来的同事嘛不一定，拢会感觉我足歹剃头的，我要求足侪，足鸟毛的，拢会感觉我是一个拢
要爱啥就爱啥，话唔就唔。啊，毋过其实我若是讲啊，咱今仔来做这件代志，来做这个表演，我会问讲是安怎？啊，人会感觉莫名其妙啊，这个趁钱啊，什么是安怎？我毋是啊，啊，我知影要趁钱，啊，毋过是安怎？我爱做这个表演是安怎？讲啊，得趁钱啊！我要问的毋是这个啊，问一摆两摆，问到第五摆，人讲你是咧估摸啥啦？人会感觉咱歹斗阵，啊，毋过某个是会发现到我伫问的是啥物代志。伊就会讲，无啊，伊就是要啥物效果啊，伊就是要爱大家欢喜啊，吼欢喜。我感觉伊这方法无好，但是要互大家欢喜，我感觉佫有10种别种方法，10种20种，即个毋免干那用即种上爽的。啊无你试看觅，伊是一个会当透开我心肝内迄个角的朋友，就是讲原来我咧问的是真正想要知影有啥物。啊，啉啦，敢是写互伊，还是写互倒一个朋友？啉啦是，嘛是一件种莫名其妙的代志。哦，这个专辑我本来就是想要互大家知影我有啥物款的个性。我本来就是私底下介意散啉的人，吼啊，我这个歌其实每一首拢会当用趴数来算。比如讲，什么歌啉半罐，我拢啉够的，我无介意啉饱的有气的，啊啉啦，这个歌我想讲，啊这就是我就是想要写一个有酒伴的歌，啊酒伴你总是要有人陪你唱嘛，啊就开始想讲要找啥，啊有一个朋友10当前。我咧主持节目的时，来上我的节目，伊是我的来宾。迄阵我就感觉讲，这人的声音，佮伊的音乐是我介意的，伊的表达是我介意的。啊，就留电话10当毋捌联络过，为伊讲啊，有空可以来喝啊，毋捌。大概靠我，今天有没有空？要干嘛？要不要打牌？啊，的时间拢无法度啦。甲即回就讲啊无，我来问看伊敢有愿意。我讲啊，我想要写一个唱歌的，唱啉酒的歌，会当有酒伴的歌啊。毋过我即个代志讲，他有不行诶。我无，即块你迄边你唱你会晓唱的，我即边我唱我会晓唱的。啊，咱一人写一半，所以就安尼开始。自开始写歌，自电话讲了，开始写歌，甲入录音室进前，我毋捌经过人，规个写歌的过程拢是用云端。讲啊无我拍一下底，大概是啥物款的，我想要做啥物款的歌，我就互伊。啊写的时阵我就会散啉，互伊了，很有趣哦啊，伊就去弹，啊就去写转来，啊来回差三回了，我就差不多啉2罐。所以这个歌真正是，互酒啊，献互有酒伴，也是你欠酒伴的人。这歌词每一句拢真正迄个啉酒的人会晓着。拢无啥物厉害的人生道理，拢是啊，咱的啉酒就放轻松，啊，你若唔啉，你就要紧嘛。我毋是唔啉啦，你歌词内底毋是唱唔啉啦。有人头一摆是讲唔啉啦，你若无摘掉啉，安尼较舒服啦。你若无摘掉啉，要紧，你踩伫边啊。咱会啉的咱啉，安尼，是讲应该上警语吧？唔免上警语。不但免送情侣，我搁家己自我推荐。无论拍牌还是啉酒，我这朋友拢会教。拄啊，干那一项我袂晓，或者唱歌。哎呦，安尼就袂教啦。要紧，我唱的。好哦，讲决定哦。是。啊，我哪讲决定？互我邀请。主任兄今日有心来啊，伫咱心所爱的歌，讲头头奖，亲像世界第一明星共款，印一个粉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。来，我还袂要退休的哈。无咯。这就是印落去，连讲爱搁较侪作品来开讲哦。来，请坐。
尊兄请坐。感谢尊兄来开讲，因为顶真，因为快乐，因为爱家己所做的代志，每一日每一年拢是上好的一日。多谢你。是，谢谢大家。多谢尊兄，心所爱的歌会再过来开讲。嗰种是真正，我若无讲这个话。